啊？哦。少林寺啊？中山少林寺。中山少林寺喎。哦，大陸嘅。小姐。係你好你好，我係中山少林寺嘅。信唔信啊？打兩個武功嚟睇下啦。你係5屆居士嚟嘅啫喎，你係和尚嚟嘅喎，呢個東西不是真嘅喎。我告訴你為什麼不是真嘅，好嗎？嗱，大家睇下嗱，點解呢本嘢唔係真嘅咧？呢個點解唔係真嘅咧？因為咧，你見到咧，佢寫住5屆居士啫，佢冇寫到咧，佢呢個前面係寫戒碟，但係佢呢度咧就寫5屆居士，我咧都係5屆居士嚟嘅。我本身也是5屆居士，你不是和尚，你是假的。都唔知會咁計㗎啦。你知道嗎？你是拿留證件來香港的，你不能在這裡會念經嗎？念經我總不念。你念個大悲咒給我聽好嗎？南無的佛爺爺，南無的耶觀音菩薩來耶，菩薩的佛爺，你會念嗎？你也不會念經。我不會念。那你不要這樣的，你這樣都會影響我們佛教的，你明白嗎？你看你其實很容易就知道你是假的。一看就看到了。如果是假的就假的。你连念经你都不會念，你怎麼會是真的呢？回頭，因為我們中國的佛教不這樣化緣的。那你回大陸化緣嘛？這裡不是這樣的。啊？你在香港拿的什麼證啊？旅遊簽證嘛？旅遊簽證是不可以取錢的啊。搭黑工的。不行就不行，那就不搞了啦。是吧？是啊，跟我说的。你搭飞共你起碼都要會，你怎麼去騙人呢？你這樣不行的嘛。我們呢？你說我你真正的去念佛。你說我騙人，你真正的用心去念佛，真正的。我想問你，你是不是真正信佛呀？我想同化佢，佢走咯，話我教你念佛啦，佢逃跑。你教佢心。